大家好，我係 Stanley。電影《狂獸崛起》SS 版本嘅幻影，難得名廠保時捷終於批出個版權啦，相信呢官方可能會有啲代價要付出喎。各位可以見到幻影嘅分母線啦，唔複雜之餘亦都好工整，令車型盡力保留翻個完整性。喺塗裝方面啦，更加係非常亮麗同埋細緻，完全得到一啲特別嘅關注啊！咁亦因為係咁啦，部件係未有細分之下，對機人嘅外觀同埋可動就真係會造成少少嘅影響嘅。轉呢個時候啦，背包就會跟埋背仔一齊喐噶嘛，咁腰夾喺呢個時候就會造成一個阻擋，所以轉起上嚟嘅時候個範圍就非常少啦。如果隻腳踢咗上去就可以避免呢個情況。整體可動都絕對唔會話哇好出色啊咁樣噶啦，但係擺下動作做一啲 pose 都絕對 OK。
呢度咧將個膝關節好似意識形咁樣 bend 佢、屈曲佢，咁個車門咧就同個弧形部件砌埋一齊。之後步驟咧，或者都令到呢啲卡扣會鬆脱㗎，到時候再整都冇問題㗎。呢部分咧真係有個小難度啊，因為咧嗰個空間比較少。之後咧就到最困難嘅步驟啦。嗱，我覺得啦，你要咧屈入面嗰個灰色啊、淺灰色嘅關節。由於喺過程入面咧，你需要握住個車尾，亦即係雙腳啊。咁當你用力嘅時候咧，可能會令到啲卡扣會鬆脱嘅。完成之後，裡面嘅狀態就係咁樣啦。嚟到最後啦，就調整晒所有嘅卡扣啦，去翻佢應有嘅位置。車型嚟講咧，真係極之完美啊！車底啦，亦都係非常乾淨，亦都唔見有咩部件咧，完全都話喺個車底啊突晒出嚟啊，露晒彩。車型真係勁正啊！武器啦，可以收集喺車底裏面。實在咧非常之感動啊，而且勁興奮啊！雖然佢係幻影啦，並唔係爵士啊，但係車型咧實在係太勁太正啦！亦都有賴啦，佢減咗一啲分母線啊！咁呢個做法亦都有利有弊啦，同時咧佢影響咗機械型嘅外觀上嘅表現，大塊嘅元件咧就保留咗落嚟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官方力保翻佢正面外觀係靚靚嘅完整性，環影機人嘅外觀啦細緻分明，軀體嘅比例亦都良好，所以最終啊冇話造成話非常大嘅影響。今日開箱 SS 幻影嚟到呢度完結啦，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。訂閱我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到我每個禮拜更新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